而家全香港就係呢啲文化藝術或者好多嘅或者公民社會一啲活動啦，都係突然間會因為不可抗力，因為不利國家安全而取消嘅。咁呢一啲我係有好大嘅心理準備嘅。哇！鬆鬆地。正常邏輯佢唔會牽涉國家安全噶嘛？呢套電影係一個架空嘅世界，冇國家嘅意識喺現實國家嘅意識喺裏邊嘅。咁點樣不利國家安全咧？其實係冇人交代俾我哋聽嘅，我哋詢問亦都唔會有啊。咁呢個都係一個你都可以話證明香港係一個極權國家嘅統治底下嘅現況，就係佢話就係嘅，唔需要俾理據你。呢幾年電檢條例係加入咗國安法嘅考慮啦，咁呢個係令到香港嘅電影業咧都係個自我審查係更收緊嘅。咁第一完全唔會講2019年嘅社運啦，唔會講香港獨立啦，香港一啲政治上面嘅意識啦，總之牽涉香港嘅寫實嘅政治局面嘅嘢，其實係絕對沒有人去開拍呢啲電影嘅。每個導演就喺自己嗰個短片隔離簽個名咯。好，你好。咁如果我初心，呢個電影唔係喎，香港地道本土嘅題材嚟嘅喎，我一定要喺香港拍嘅喎。咁可能我降低成本照拍咯，或者改劇本喺香港能夠發生、能夠執行到嘅、能夠製作到嘅，我都仍然係冇死咗呢條心，我仍然冇死心，我仍然繼續去諗喺香港拍攝電影嘅。